安尼吼，我甲我鱼个食了吼，歹势了，3年我烘两尾鱼，拄则食一半，食一只尔，剩另外一只，等下冷去就歹食，所以我即马甲食了。我最近也是吼，无爱食鱼，面单秤，应该是讲我较早吼，我应该讲差不多30岁以前，可能应该讲40岁以前啦吼，对食诶拢无介注重，无重食。哦，看少起。1657年9月初一拜六，1657年，前几天看了，阮公司的退休金的网站，看讲退休迄年是2034年。所以，这种2034年吼，迄天嘛是有来迄一天吼。我有时甲阮查某囝讲，你可能会当看到2100年啊。好，1657年9月初一拜六。晴朗的天气，恬静日时透西北风，上午调集迄寡奉命被选出来要派去北平淡水的军队，为即个目的，将即寡军人伫咧队长 Thomas Peddle 的指挥之下分做3队，特殊良好来对顶站城堡派来的战城堡。因全部拢是因的军官手下的精壮士兵，因的军官有担任主将的上士的佩罗，3个临时的中尉，3个临时的将旗官，甲几个中士。因来到场官邸面的头前，这个官邸吼，我应该查过几啊遍了，我嘛是袂记官。我会记是第2条，对，第2条。因来到经过官邸头前以后，就排队肃静。议长倒后解动伊的议员，
S 哦，语言的复数啦吼，几下吼。该同伊一定议员对迄间大厅出来，宣布迄个军官的执掌，训练士兵务必忠实服从，命令因全体拢爱恪遵誓言。吼，这个恪遵，这个恪。我查看卖吼，恪遵，确酷吼，敬敬恭敬，叫做确酷吼，两个意思拢相款吼，敬敬恭敬，确酷，确实的意思吼。确酷吼，但是也确实的意思，好，确实的意思哈，看你就是确酷啦吼，两个音咯在。确遵誓言，这应该是誓吧？就抓这个誓。这汉语甘字典收两个音，一个是誓，一个是抓吼。就抓吼，就当抓，就时这抓，就时这抓，南山就抓吼。可能是文言音读做誓啦吼，发誓吼，有写发誓吼，就抓吼。讲到手抓，最近听到阮同事一个用法，我感觉诚趣味。就是主管问讲，就是爱压日期啦吼，某物代志吼，当时爱做了安尼吼，就问讲，你当时会当做了安尼，压一下日期。阮同事讲，遮紧就要手抓吼，伊讲，伊就用即种讲话讲。大家来手抓就对啦，看到代志要当时做了安尼，诚趣味的讲法吼。而且你可能爱用台语来讲，较有迄个趣味吼，有迄种感觉吼。好，来继续吼，命令全体拢爱确遵手抓吼，确遵誓言啦吼，含尊严。并且服从担任总指挥的电官 Frederick Skidel 对此，大家拢顺服来大声讲是，这个集会就安尼结束，大家就又搁转去顶山城堡，将会伫后礼拜一来上船。这是要奉命要派去北平淡水的军队啦吼，分做3队，无写讲几个人吼。好，下晡落雨，过来9月初2，礼拜日。要怎办？天气真好，有舒适的微风对东北风吹来，安歇日敬拜主。有4只篷船对西南海来到遮，坐179个人再来下日的号码，1057包西南的薰草。280担盐，947捆粗纸，889个各种铁的饭碗，20个做糖用的碗仔，鼎啦吼，1796稻米，1200捆粗制的杯仔，又搁10拿粗制的杯仔，1790捆稻罐吼，1790匹。西南的面布，又搁7包西南的面布，6锭黄金，120斤油，95罐三酒，甲120个三酒的空罐啊，45捆粗劣的纸张吼，粗劣粗劣吼，1换书写用纸，80道豆啊，30道烧麦，170支油纸雨伞吼，4罐茶米，又搁1担茶米。而且吼，
这伊拢安尼写吼，用无共的单位哦。4罐茶米又搁1担茶米安尼吼。顶头有各种，比如讲拄则讲啥物，1200捆粗制杯啊，又搁10拿粗制杯啊吼。4道茴香80个灯吼，灯笼啊吼，伊写灯笼灯吼。220个螺吼，120道观察棒，12匹西灵，38两乌丝龙牙的药草，4担钉啊，12罐咸鱼甲6担打的奶鸡。第一道看了观察棒吼，为什么需要进口观察棒呢？我感觉这是不是？我看嘛，优富荷兰文。就奇怪，为什么需要进口观察棒哦？Google 翻译。我看这荷兰文是什么意思？原文、瑞典文，无。荷兰文是伫倒位啊？荷兰，这荷兰文。荷兰文，荷兰文吼，荷兰文翻译做英文是 coffin planks， 真正观察棒，中文观察架。好，头一道看到啦，特别较早者，另外6担，嘛是头一道看到6担打的奶鸡吼。9月3号拜一，今仔日输油军队炸去淡水的物件。今仔日啦吼，需要由军队炸去淡水的物件，伫咧靠近的福尔摩沙议会签名，士兵已经上船，迄寡高级军官要骑的马啊，已经装上大篷船，啊，普本号要离开的朋友也拢已经设宴饯别吼。设宴饯别，我查一下这个饯。毋是头先头先剑吼，底下就头先剑吼。人伫三离开就是剑吼，用米来请伊哦，人要三离开用米来请伊啊，吼，这才是剑啦吼。啊是送伊吼，就是例句耶稣叫咧减刑吼，减刑吼，第2条嘛吼，减刑。拄则即个咒抓发誓，即个誓我用大理大书店册吼有受誓，伊首个音拢是誓啦吼。立誓发誓，誓明毋是誓利，誓明利啦，
说明字吼，就是立名的誓约吼，誓明，名就联名吼，联盟吼，誓文吼，誓愿，誓不容立吼。另外，过来查这里，见。大理大师咱修两个书吼，一个是简行吼，例句简行的周言吼，另外是简别吼，这是写离文书吼，送别的意思。简别会吼，简别会，简行简别会。所以这是伫台语大书台语内底的本来就有的这个词啊吼。就是平常时咱学袂着吼，已经要离开的朋友呢，也已经来设宴简别了吼，所以一切拢已经准备好，会当伫明仔载奉着上帝旨意出航前往淡水去咯。由原是舒适的天气，早起微风对东南风吹来，下晡乌阴落一寡雨，透东南风，摇弹雷甲死呐。又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41个大波，所以开始有你做生意啊！再来199个各种的铁的饭碗，235捆的粗纸，155担盐10包，110包鲜奶薰草，800捆粗碎杯啊，110稻米，2100个空的三周罐啊。16捆的稻罐，10袋的钉啊，16包面布，3个制糖用的碗的鼎啦吼，3袋茴香，8个捻丝吼，捻丝这个捻就是捻，我啥毋知要安怎讲捻，捻头做念，或者是捏哦，用砖头啊去做物件，叫做念哦。比如讲念菜、念人吼，念迄角吼。念诗吼，8个念诗啦吼，你若是念啊，头做念诗。一个诗卷含一寡其他的杂物，卷做一卷，所以它写做诗卷，应该是这个意思。我先查一个卷。先甲念用大理大词典查看有啥物，又念大理大词典是连续收足侪音吼，念吼，念第30条嘛，第7条是念吼，念 G 开头的念吼，第手的长度叫做念，一念手。念半手长吼，念嘛，我拢读毋着诶。念一念手，念半手长，我毋捌听人安尼讲。过来是念吼，用手指头去掂啦吼，或者是摘摘吼，摘取迄个摘吼。大概是读做摘啦，但是我毋知伊即个伫遮
读对啊对无？三念手，念喙皮，这应该听过吧？念喙皮念菜，毋惊伊念籽，等于是掠袂使。什么叫做毋惊伊念籽？等于掠袂使。念直鼻喙，意思是真好的估价方法。毋捌听过，我来查一下看一下日文版。念，毋惊伊念字，カレーに舌を積み切られることを恐れない。後壁解説是彼が我の言う言葉尻を捉えても構わない。我学一下，因为我唔知是你讲啥。我来甲日文输入法。彼に舌を積み切られることを恐れないことをを恐れない日文我毋惊伊念字，结果解说是讲我毋惊伊会挂掉我的喙齿。后壁佫继续看彼が我の彼が我の彼が我の言う言葉尻を捉えても構
トラヘテモカマワナイカマワナイ我毋惊伊会挂掉我的喙齿，我也无你要伊是毋是会伫我讲出最后一字的时阵来甲我掠掉的？哦，所以拄对啊，讲掠话尾、掠话尾吼，掠话使吼。好，所以毋惊伊念字，就是毋惊伊来掠我的话使吼。毋惊伊甲我挂掉我的喙齿，毋惊伊念字。过来是念字比喙，真正看无呢，这是啥物意思？好，过来继续看原文。念字比喙是文字を作るとき、ちぎで口のところへ持っていって、大きさを測る。よく見積もる。来看后壁这个词就好。よく見積もる。よく見積もるし、よく看无？よく見積もる是意思是讲会当计算，会当估计估算的。但是念字比喙含这有啥物关系啊？念字比喙，满字的字啦，拢读字吼，毋知。好，歹势吼，耽误遮侪时间。这是大家都会使袂记。哦，过来是一个诗卷和一寡其他的杂物吼。这个诗卷，头做卷是遐卷吼，卷还是卷吼？一本卷、手卷、考卷哈，猪卷、高卷、胶卷。另外一个音是管还是冠哦，还是管哦？我看台语大词典是原来有写卷哦，文件、试纸。公文就叫做卷吼，卷是一卷纸吼，文书册籍等等的组数词叫做一卷纸吼，一卷纸。管哦，
什么罐吼？第一罐、第二罐吼。好，继续看9月初4拜二。早起迄寡阵趁着海水涨起来时阵，会良好的时间要出港去淡水，但是因为完全无风，所以即寡阵只好停留伫个港岛的门口遐吼，互阮感觉真遗憾。下晡透北风好天，了后有落一寡雨，国姓爷关系到要开放通商的迄道告示，就是以前伫咧顶个25号记载迄个告示，阮注意到讲有人有鄙视荷兰人之处吼，就配相啦，看袂起啦吼。所以虽然迄个告示并毋是要寄来互阮的，因此阮咧考虑，为着要维护公司伫处地的权益甲尊严，是毋是应该互即个国姓爷家回批，对伊所讲的事项一一据理反驳吼。反驳即个驳是读做第4条啊，第8条啊。驳读做第4条吼，假音吼，辩驳、驳斥吼、驳倒、驳赢、驳输、驳回，背回叫做驳吼，伊嘛会使读做驳，或者是驳。好，来继续转来日子遮。对伊所讲的事项，一一据理来反驳，但是因为考虑到即个新的通商交易才开始，而且珍贵，而且是脆弱吼。那是因为安尼，即个通商交易突然间遭受到搁置吼，就是放一边啦吼。搁置，搁就是读做过吼，过也是国吼，耽搁吼，耽搁啦吼，各地吼，突然间遭受各地吼，就是放伫一边歪插啦吼，安尼就得不偿失咯吼。安尼就得不偿失，因此决定只要对翻译员河滨，因为伊无拒绝trả即种机器的物件来处理吼，就是因为河滨啊无甲拒绝即张trả即个算甲因侮辱的即个物件来吼。将要甲伊严厉训斥吼，训斥啦吼，应该读做斥，训斥吼，我查一下即个斥，读做斥吼，赶出激毒吼，就叫做斥吼，责备嘛是斥吼，斥责嘛吼。责备骂拢是剔，寸度哦，寸度啦吼，寸度啦吼，也是剔吼，充满也是剔，冲刺吼，但都是即个寸度，我颠倒想袂出来哪会敢有即个用法，刺，拆开嘛是刺吼，剔。所以即只是要甲即个河滨甲伊严厉训斥吼，暂时来平息此事，以免引起新的惊吓失措吼，惊慌失措吼。荷兰人原来是吼，
知影讲即嘛，即个时机吼，袂使得失即个国姓爷吼，就安尼，就这样。华语叫做柿子挑软的吃啦吼，软土要深骨吼。河滨，这是干河滨啥物代志？讲要验力来混贴即个河滨炸即种物件转来吼。好啦，咱继续来看啦吼。迄个先仔人并籍和河滨也要求对布鲁克林号的船长加以判刑来偿付迄只跨线的旁船的损失吼。阮拒绝了因的要求，不过答应因讲，因为即个船长伫巴达维亚访有伊的指令，阮将会尽量甲伊送转去巴达维亚。国姓爷到遐去要求，比咱的处地搁较会当得到满足伊认为应该有的权益，就是讲，阮甲伊送去巴达维亚，你家己去国姓爷，你若有啥物意见，你去和巴达维亚讲啦吼，安尼应该会满意就对了吼。毋过温存了因，要甲即个快艇东伯号的主管。尽量较紧调来法务议会来审问因，关系着因要求规行3年前伫咧广东沿海被荷兰船摕走迄寡货物，阮答复因讲，阮和此事无关，所有详细情形就像对议会决议录今仔日的决议会当看到的安尼。要暗嘛，上使迄寡船只搁再一次启航试图要出港，但是迄只。Z 航号启航了后，就跨线咯，无掘落啥物物件，就是因为船跨线可能会起啊，是啥讲无啥物物件落去啦吼。但是到了后段后面写到9月初5，咱来看后边9月初5，但是到了啥物吼？9月初5拜三，但是到了也未浮起来，因为又搁完全无风咯。早起对附近规个村社有30个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来到这个城堡里来，按照因的方式武装带着盾甲朴刀，要求要加入阮的军队去淡水帮助阮来相战。对此，阮甲因讲，因为因来了伤慢，现在已经无机会互因同齐去。以后若阁有即种出征的代志，会及时来通知因。阮感谢因即一次家己自荐甲关心了后，因就转去厝里咯。荷兰，伫成功来拍荷兰人的时阵，荷兰原住民无甲因停吼，无停即个。你看，伫成功甲迄个城包甲规个围起来，啊，原住民也无来斗相共。荷兰人毋知安怎得失即寡原住民哦，甘愿徛悬线看马相谈啊。好，来继续。上午，阮看见伫咧西方出现一只荷兰船，该船下晡就探入西北方内南边停船的所在。虽然海水有一点涌啦吼，有小可涌有较大啦吼。沿岸船务官罗斯温克也是坐一只舢板出港去咯。今仔日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福尔摩沙南边，坐7个查甫载去100匹的面布、23捆的粗制杯仔、44个铁饭锅。16捆的稻罐、一篮水杯仔、一罐咸鱼、42个烤 cheese、20担盐、8刀米、10桶糖水、2担糖、1担地麻、一区碎的鱼网。这个单位数字怪怪吼，一区一领啦吼，你讲是鱼网讲一领才对吼。9月6号拜四。阮收到翻译员 Hendrik Norden 对麻里麻伦寄来一张批，
伊伫个 Johannes Olario 过身了后，遂奉命临时负责该地区的政务员工作。这张批书期本9月4号写讲，伊前几工去顺势过迄寡南区的村社，看到真侪人的婚姻关系，特别是伫个家庭甲放骚啊，无守规矩，就像凊彩讲耍笑安尼，甚至骂里骂伦的人嘛是拢安尼。有一寡夫妻互相隔开隔离，有一寡离婚后又搁再结合，这种情形已经持续2-3冬。针对这种无合体统的代志，伊伫个即寡村社的长老协助之下，用光柔并施的方法，已经开始甲因带归正。有一寡人走去住伫个大德基社，就是即间为着要去遐做迄种淫秽的代志，淫秽的代志。即个 Norton 将来也想要去遐来巡视，伊也有写讲，古老社应该是塔老社吧，古老社人去攻打嘉平社，伫遐剁掉一个富人人的头。这2个社拢是阮的友好的村社。历里社的人做军来加勒顿社，加勒顿啦，因为惊，所以佫离开，去伫个距离遐3海里的巴拉老社，遐台视伫个台视伫个田野里咧困的2个少年人，甲一个查甫人。伊去巡视迄寡村社的时阵，有一个士兵失踪，还袂转来。你有可能伫迄个绿溪，跋落水里淹死咯。不过也是咧找最后，即个 Norton 要求，互伊伫个本9月底会当来遮一抓，来遮是来台湾遮啦，台南啦，针对做军收到的政务员 Silverberg 的来批，阮写批答复伊讲，对伊的出巡阮真满意，希望伊有机会就要继续安尼出去巡视，用来防止其他人各种不正当的行为，并且甲伊讲，关系到伊和迄个其他人 Zio 挂的协定，阮也认为是较是有适当的也甲伊讲，会当另外起一间厝来取代迄个被烧歹去的迄间医生的徛起的厝并且命令伊以后务事搁较小心就以后搁爱较小心。巴达米亚当局送来互阮。关系到伫个厝地开始咧征收税的印纳税的迄道告示印章税印纳税。今仔日上午用中文甲荷兰文公开宣布，并且伫各处来甲伊打出来。今仔日又阁是完全无风的天气。而且即个港都要用阁真大，速滴要去淡水的迄寡船只必须留伫个港岛内，阮只好耐心听候其他别无办法。要出港去的迄只尔港船，也因为即个港岛用大而被阻碍，无法度出港。伫即个期间，约落伫个上午11点钟，迄个船务官该同商务官 Hendrik Baron 先生对港外坐伊的舢板转来到厝地，伊甲阮讲，来到港外迄只船是 Zirida 号，是今年7月6号对巴达米亚被派出航。坐着即位 Baron 所早互总督阁下毋是。今年7月6号对巴达米亚被派出航，做即位 Baron 早着总督阁下写互广州的藩王何都同
批去广州，要去了解啦吼。阮伫咧宣誓有一个，伫咧宣誓的时阵有一个使节团，将会对荷兰前来的情形之下，想要逐年派2只船去遐交易通商的代志，是毋是会当进行等等？即个Baron遵照伊的命令，伫遐来办理的情形，现在用会面最头到尾来向阮报告如下。所以下底是即个。下底是即个 Baron 吼，伊的报告啦吼。哦，报告落长呢。我今仔日是读袂了的款，我讲即嘛时间5分钟，好读看卖啊，应该是读袂了，来试看卖。好来，咱来看伊报告吼。首先，阮看到伊是7月的最后一天坐着小平台船 Zero Reader 号去到广州的外港，就是虎头门。去到遐以后，就请海防船去甲因到位的消息通知当地长官，并且请长官甲阮到位也转告伫咧广州的繁王，因为伊要离开广州前往台湾。伫咧迄个期间，因就甲船驶去伫广州河呢。因知影即个消息，并且知影阮的船已经提前起来以后。就伫咧迄一天以后，第3天派2个代表来因遐，就是一个官员甲一个藩王的部长，甲吴方的人讲要去停伫咧澳门，伊来避免各种的疑虑哦。而且伫咧遐的加索布兰科附近也方便阮来装货落货。官员辛达耀。也会亲自去遐，这是藩王殿下的命令，也是顶面颁布落来命令，当地政府必须要严格执行的命令。甚至因家己的篷船和坎布地亚转来的，也必须要去马卡来落货。上述这2位代表，还佫要求将要互国王的批甲礼物来交因查去，因就甲书信甲礼物交了互因，过2日因就带着藩王的答复，转来因遐讲，藩王感觉真奇怪，为何连一张简单的礼貌性的批也无再来互因的皇帝，也无再来因皇帝来宣示敬意的任何的礼物？安尼的书信甲礼物，毋来引起伊的好感，也有希望得到其台中的伊的答复。互阮的通商交易均得开展起来，因为皇帝下令以后每8年4节才会当过来一摆，因此因无会接纳阮。这是对阮前3摆派遣使节来广州王府的清楚的答复，以及阮将会承受的损失。虽然如此，阮也是必须要听从因的命令。不过，经过努力了后，因殿下就指引并且允许吴方的人伫咧因的殿下管辖之外虎头门的外海来落货。因也试图要收回迄21000两银的债，但是被无理来驳回啦吼。所以佮提起讲，迄寡藩王会当对阮的通商交易得到好处，并且佮再一次来因陈述，因为即个关系的破裂，将会互吴方遭受到损失吼。则互迄寡代表第3次再来有利的答复的讲，只要阮会当对荷兰派2个使节团来，因将会指示一个地方。允许吴方的人每一年伫遐来交易，而且以前坐着海防船去虎头门，被遐的长官为难的吴方的代理人的迄寡困难，也将会互迄寡藩王来解除。迄寡商品的介绍袂歹，
只敢若有水银例外，惯系用银来付款交货时阵，损失1/5的重量，因为伫咧巴达米亚的重称毋对去啊，因为伫咧巴达米亚用的重称用毋对，所装的荷尔蒙的金额是12197.8毫吨得到正义伫23000外毫吨，即寡代理商为着迄寡殿下干21000纽银，扣除了2000纽银迄寡巨债，因为即个巴伦当时无伫广州，所以无法度来收钱无法度来收厝啦哇！时间到，可是毋过读袂了无法度收厝啦读到遮啦，后是要再搁煞接落读即个8、9月7号所以无法度收厝到遮。看啥？天香兄北坡稻粗坑念头饲鸡母你即个毋正囝，我要甲你北坡稻粗坑顺续甲你念头饲鸡母。北坡稻粗坑，我是自细汉就听过。念头饲鸡母，我今日才听哩阮最近哪来去学即种话？北坡稻粗坑好 ，OK， 来开放咯感谢。多谢阿官，多谢大家，多谢天香。房间，然后男的还是很困惑的，不过他后来还是回家了，这样子。达尼是他母亲的姓。多法兹太太镇定地编织着，但这消息对她丈夫显然发生了影响。多法兹站在那小小柜台后面，不论做什么，比如点火、吸烟他的心思都是非常的杂乱。多法兹先生的手也拿不稳，那个间谍如果没有看清楚这情形，并且把它记在心中的话，那就不能算是间谍了。因此就说，这间谍都看在眼里了。不管这有什么用处，至少这一下是被他击中了。当时又没有什么客人进来帮助他做其他的探索，巴沙德先生只好付了这个酒账，告辞了。临行时还文雅地说，他希望有机会
再会见杜法兹先生和太太。也就这陌生的就是巴沙德先生哦。巴沙德先生走后好几分钟，这一对夫妇仍然是维持原来的样子，因为害怕他转回来，因为很害怕这个间谍又突然回来。《双城记》第二部经线的第24章西向信岩石。这样的烽火连天，波涛汹涌，坚实的大地为陆潮所遥看。《双城记》第二部经线第16章还在编织。杜法兹俯视他的妻子，低声地说：“他所说的关于马瑞特小姐的话，难道是真的吗？”这时呢，这杜法兹呢，仍然手是扶着他，这是这个杜法兹太太的椅子靠背上，站在那里吸烟呢。这他的太太呢，就杜法兹太太呢，把眉毛呢稍稍的就挺起来了一点，说：“照他所说的样子看来，大概是假的，但也许是真的。”杜法兹呢才开口就说：“如果是……”然后呢，枪又停住了。他的妻子就复述说：“如果是……”这杜法兹就说：“如果时机真的来了，而我们活着看到了胜利，为了他的缘故，不希望她的丈夫永远住在国外。也就是如果真的时机到了，而他们呢都还活着，可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那希望呢，为了她的缘故，就是看在这个马瑞特小姐的份上，我希望她的先生永远就住在国外，就不要回来了。”杜法兹太太正经如常地说：“她丈夫的命运会送她到必须去的地方，得到她应有的归宿。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杜法兹呢就说：“但这不是非常奇怪吗？至少这不是，但这不是非常奇怪吗？也就是说，他就觉得这非常奇怪。我们，杜法兹好像呢跟他的妻子在辩论哦。”要他妻子呢承认这一点似的，就又说我们同情这个马瑞特小姐的父亲和她，而她丈夫的名字现在却必须由你记录下来，就在刚刚离开我们的这只恶狗的名字旁边。奇怪吗？这个太太就说啊，等时机来到时，还有最奇怪的事呢。我们确实把他们俩都记在这里，他们俩都醉了，这就够了。说完这些话，这个太太就卷起了她的编织裤，从头巾上取下那朵玫瑰花。不知道圣安东尼本来
就是女宾相也只有那容貌可畏的普若氏小姐一个人。结婚后，他们的住家也没有改变，他们只是推广了一些天租了楼上本来属于那虚构的看不见的房客的几个房间。此外，他们就无所求了。这天晚餐时，马贝特一时非常高兴，同行的只有3人，另外一个是普若氏小姐。她因为查理士不在而觉得有点遗憾，甚至反对那使她不能来的小小的诡计。到底什么呢？诡计就是小小的理由。但是亲爱的举杯为他祝贺，为这个查理士哦。到了查理士应该向露丝道晚安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回
这不若是小姐就说：“你刚才在叫，我看到你在叫。这个叫呢，就是 cry 的意思，就是很像哭泣的那 cry。这个时候双关语哦。不过呢，我一点也不奇怪哦，就说你刚才在 cry， 我看到你在 cry 哦，但是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你送给他们的那一套餐具，足以使任何人流泪。昨晚这盒礼物送来以后，我对着里面的每一把叉子和每一只调羹的那个应该是也是汤匙哦，哭泣哦，直到我看不到他们的时候。这洛里先生就说：“哎呀，我不胜荣幸哦。不过老实说，我并没有存心要谁看不到这些微不足道的纪念品哦，我并没有存心要谁，就是让大家要谁去看不到，就是他没有存心要谁去看这些微不足道的纪念品啊，人总会仔细思量他所失去的一切。一想到这将近50年中，本来随时都可以有一位洛丽太太的，然后呢，这波罗市长就反驳斥他说，完全不可能有什么洛丽太太哦。洛丽先生就问：“你以为始终不配有一位洛丽太太吗？也就是说，你觉得我不配有一个太太吗？”波罗氏小姐就说：“哼，你在摇篮里就是一个单身汉了。”也就是当他很小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他就是个单身汉。洛里先生就说了：“喜气洋洋地整理了他的小小的假发，这也有点像。”那波罗氏小姐就继续说：“你在被放进摇篮之前就已经注定做单身汉了。”洛里先生就说：“那么我觉得老天实在是太亏待我了，而且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呢。哎呀，好啦，亲爱的露丝啊，这个洛里先生呢是安慰了你，用一种抱着他的腰，然后安慰着说：我听到他们在隔壁房间里走动了。普洛斯小姐和我还要利用这最后的机会来对你讲几句你喜欢听的话。你就要把你那善良的父亲，我亲爱的，托给跟你一样诚挚一样爱他的人的手里。而你的父亲呢，将得到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照顾，在此后2星期内，也就是你们在华威克郡这一个英国中部的一个郡，也就在英国的某一个地方就是泰森银行也要退到他后面了。等到2星期快要过去时，他前来跟你和你心爱的丈夫，你们一起到这个威尔斯威尔斯就是英伦西部的公国像是王太子的封地。OK， 就威尔斯这地方，你们一到威尔斯去做2星期的旅行时，你会说我们送还给你的他身心是非常健康快乐的。现在我听到什么人的脚步走到门边来了，那我趁他还没有来占有我这亲爱的姑娘之前，吻他一下，照古老的单身汉方式为他祝福吧。这个洛里先生就捧着那张标志的脸孔，先看了一会儿额上非常熟悉的表情，随即把那些发亮的金发按在他棕色的小假发上。然后呢，他的动作充满了真挚的逻辑密意。这些动作如果是古老的话，那是老的在跟亚当一般了，也就是这个动作非常老。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都在讲什么。医生的房门打开了，他跟查理士达尼走了出来，他的脸色是白如死灰，脸色非常差。刚才他们俩进去时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一点也没有血色。可是他的态度仍然是镇静如常，只是那机敏的偷看他的洛里先生发现了一个阴影，显示出从前那种规避的畏惧的神情曾经在不久以前像一阵冷风似的掠过他。也就是说医生的房门打开了，这个医生呢，他的脸色就是不太好。这达尼先生就已经这洛里先生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神情，而且好像以前不久前有看过。
他把手臂呢伸给了他的女儿，就是医生带着他的女儿走下楼梯，坐上了洛里先生特地雇来的一辆礼车，其他的人坐另外一辆马车，随即前往附近的教堂。不久就到了那里，没有一个陌生人观礼，查理士达尼就跟露丝马瑞特结为夫妇了，也就是他们有请很多人来去教堂一起观礼礼毕就结婚完毕之后，除了在那一小群人的微笑中闪烁着泪珠之外，还有一些灿烂夺目的金刚钻戒金刚钻在新娘的手指上闪耀着。他们是最近从洛里先生一个幽暗的口袋里释放出来的。他们回家去进早餐，就是吃早餐一切都很顺利。不久，那些曾经在巴黎阁楼中跟那可怜的鞋匠的白发混在一起的金发，又在早晨阳光中的大门口跟这些白发混在一起了，因为他们要离别了。这次的离别很难堪，虽然离别的时间并不长，他父亲也就是这医生鼓励着这个女儿说，最后轻轻地挣脱了她的拥抱，就说带她去吧，查理士，她是你的了。随后这个露丝呢，那激动的手在车窗外对他们挥了几下，他就走远了。这街角上没有闲荡的人或是好奇的人，一切的准备又非常简单，并没有铺张，所以当时只剩